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，什么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想死死不了，想出出不去。娘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好歹吃点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这宫还真是不容易进的，进来了想死都难。我也只能这么苟且的活着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留得青山在，咱怕谁呀？这桌子都什么菜啊？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呀。有马小吗？啊？马小是何物？哎，我是滚。奴婢滚便是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今儿肚子不太舒服，给我倒杯热水。好嘞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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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大姨妈来了，我正努力把她控回去，你快去帮我拿那个东西。大姨妈，娘娘，咱们家没有大姨妈，您是不是又犯病了？我还是去给您叫太医吧。我说你怎么比我还不懂啊？就是你们女生每个月来的那几天。奴婢这就去。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变得这么娘啊？娘，你本来就是娘娘啊。